后来为着这个政府要开放含3肉精的美国猪牛进口，立法院早起是展开着美国鸡大战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立法院专案报告，国民党的立委是跟着台湾猪的大型的道具。 抗议化休，叫苏贞昌都爱道歉，叫蔡英文都爱来报告。苏院长讲，这个日本甲韩国等等100外个国家，拢已经开放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。政府保证一定会严格来监督把关，甲产地标示做好周知。立法院开议头一天，国民党团有准备将台湾猪的道具放入议场，反对政府扩大开放美国猪肉、美国牛肉进口台湾。 国民党立委想要将猪扛去行政院长苏贞昌的面头前，但阁和民进党立委动来。苏贞昌真镇静，坐伫伊的位，继续准备报告。现场有够乱，经过1点钟后，苏贞昌才上台进行美国猪肉的报告。让台湾的猪肉外销，一方面又禁止符合国际标准的猪肉进口。 这样，我们怎么跟人家谈判？我们抛开国一个经贸大门，政府嘛保证讲会顾好食品的安全，守护国民健康及保护畜牧产业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从政者，我对事情的态度始终一贯。这样的报告要对国人来说，能够解除对食安、对于来猪。 对于把关有所交代吗？我们应该要让他严格审查。在野党的阵营有未少意见，国民党的党团提案爱总统出门到立法院做国情的报告，这案送到调野协商。美国猪肉进口的争议，恐惊短时间内未结束。